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是毋是你姨妈甲你讲的？是毋是伊甲你讲的？你莫管是谁讲的，我要听你亲嘴甲我讲，这个代志敢是真实的？你讲啊，这个代志敢是真实的？是真实。阿母啊，我实在唔知你头壳内咧想啥呢？干一款遮要紧、遮重的代志，你竟然暗砍20多年。啊，今仔日若唔是之前要来找本英，强要冤家起来，你唔煞想要暗砍一世人呢？我本来就暗算要暗砍一世人。啊，你若暗算要暗砍一世人，你即摆来要讲，咱就规气，拢搬来南洋大代志就对啦，对唔？啊，你即摆呢？俺是免咱受伤啦，哈！我看到小弟替阿元去大下厝住，房建像甲一人踮厝的无要甲照顾，我看到心肝咧真艰苦。我实在真想袂过，当初我一心一意伫咧维护的人，竟然真做做伙啊，还阁是这袂晓想，伊会替阿元走，我实在看唔着人。阿母，你爱甲阿母斗相共，去甲志玲找倒转来，我一定要叫伊母仔囝小玲。还阁有，既然小丁甲无要照顾建昌甲志玲，安尼好，建昌甲老点的遮，志玲你甲找倒转来，小丁你无要照顾，互我一个老的来照顾，我一定爱对文玲哦，弥补伊的亏欠。阿母啊，无效啦！你袂记你顶2天啊，咱去建昌遐，等咱有嘴讲甲无烂，一直甲高正叫伊来咱厝的大，自然就唔肯啊。何况即马发生遮多代志，正用伊20多年的人，唔是伊的亲生老母，啊，佮伊心爱的美款，竟然是共爸共母的兄妹啊！莫讲是伊啦，我即个食到遮多样，我无袂堪你忍受你，对，莫讲伊遐少年。啊，无效啦，无效啦！你莫管遐多啦，志玲你去甲找倒转来，伊找我才来解释。若要怪嘛是着来怪我。母啊！我一定哦，我一定会互志玲认文玲这个老母。啊，若无，我真是人，我都无法度原谅我自己。母啊，你莫哭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你去啦，拜托你，你去找志玲转来啦，紧去啦。建昌啊，你唔通搁哭啊啦！他美款的代志也袂用拢怪你啊啦。事当时你若唔知影讲彩云有你的囡仔，嘛唔知影讲美款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你若知影，你嘛会去甲认，敢唔是？你放心啦，美款了后，我会来甲考劝，我会来甲解说，吼。我即马吼，赶紧来找志仁，啊，志仁安尼向公公安尼撞出去哦，我惊伊会出代志。啊，你暂时住在我遮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吼，莫哭啦，吼，我紧出来去，吼，吼，紧出来。柯淑珍，你还搁有迄个死人面来去来我遮，哈？你啥物歹事动刑的代志，你要做来做，你敢有天良？天公伯啊，你是棍去啊，毋是？你若安尼，我单位讲啦，你若单位讲嘛，甲这个人
免食啦，转去啦，转去啦。我会转去啦，麻烦你请阿姨出来。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你，问煞我就会走啊。无啥物通好问的啦，转去啦，转去啦，免转去。好，我等下哦，掠走你后，为交给你甲你护住。我跟你讲，我是代念你是个食药粗人，我不爱拍你，你唔通愈来愈好看。阿姨，转去啦，转去啦，免教。阿姨，转去啦，转去啦。阿母啊，你莫搁为伊啦，你为伊这款人哦，伊袂感谢你啦，你就转去啦。转去啦，阿母啊。好，过来这边。小婷，你是过来创啥？阿姨，是毋是你甲因讲的？你毋是有答应我，你要永远守这个秘密？为什么遐尼多年啊，你拢无讲？即摆我想要好好弥补我以前所做的歹代志的时阵，你煞甲伊讲出来？为什么？你安尼做，毋是要互所有的人拢怨恨我？你是毋是比我去死？你老早就爱死啊啦！你就是算死100遍、10000遍哦，都无枉困啦。那你哦，好，小弟，我袂用无讲的，我总袂用讲，互伊母仔囝变做冤仇啦。小弟，其实我甲你同款，我嘛是一个罪人。假使今仔日我若无讲出，反正伊母仔囝一世人都是歹面相看。当初我真自私，我要保护你，也毋过即摆我袂用无保护迄两个囡仔。小弟，转去，我会甲因讲，若要怪就怪我，你应该放心转去，转去。阿姨，代志拢变到这款地步啊！你叫我转去，我是要转去倒啦？转去大遐厝啊！大遐厝，坚将无可能会怨着我。既然即马在怨恨我，因拢无伫的，我转去迄间厝，敢有啥物意义啊？是安怎无意义？大下厝敢毋是还有一个查甫人咧等你咧？啊，若建章哦，你免操烦，伊是我的亲小弟，我会照顾伊。你转去，你就转去，转去。阿好，阿母啊，你转去啦！吴小平。顾兄弟，你为什么要安尼对待我？你为什么要安尼对待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这20几年啦，我一直在忍耐，我一直在忍耐，袂去离我的囝。我的心，只要你好好照顾我的囝。但过去的恩恩怨怨，我拢会因为莫计较。我想袂到，你竟然在囡仔出世的时阵，都甲因对我。你互我将别人的囝当作是我的囝20几年，你安尼做敢对？有一刻着赢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我啥物拢无，我啥物拢无。阿母，阿母，是安怎啦？啊，
建昌，我知影你也在烦恼对无？这个阿福啊去找志玲，哪会去遐久？咱嘛唔知影有找着啊无？假使志玲若无法度通我接受这个打击，万一若是想袂开是要安怎？我是免那甲文玲交代就好。建昌啊，你免烦恼啦。 我嘛出来找啦吼，无论安怎，我一定会找志玲转来，互你一家口啊团圆吼。文玲啊，你看，我要出来去一个哈，建昌在楼骹你落来照顾一下吼。建昌，我出来去吼。照顾，我凭什么照顾？伊甲我是什么关系？ 阿爸甲阮阿母受尽折磨，还不应该因生活甲汉尔痛苦。现在对我，骹手袂顶袂动，迄是伊的报应。凭什么接受厝内底人对伊的照顾？才像我这里，根本就无值得大家原谅。 阮家无欢迎你。因为是我讨厌，我怨恨。拜托将眼神看看，我袂同情你。你嘛免加遐尔可怜，我无可能因为安尼就互你留落来。你害阮阿母，害阮阿爸，害阮因阿姨。 也搁有我甲志玲，你害阮所有的人为着你生活甲遐尔痛苦，你根本就是一个恶魔。你还搁有啥物资格踮咧遮？亲像你这种做人，我无可能让你留在遮继续害阮厝内每一个人。你走，你走，别管。别管，你哪会对待恁阿爸安尼啊？ 阿姨，你互这人害了，阁无够凄惨死，你还阁来同情？你应该甲我共款挽回去，甲赶出去，毋才对。别管，顾甲安怎顾，伊嘛是你阿爸，伊毋是，伊应该毋是，即嘛毋是，永远嘛毋是。别管，别管，走啊！别管，你哪会甲你阿爸送伫涂骹啦？阿姨。 你啥要负伊？敢我即摆要甲你教伊可怜？你已经为伊拖把一世人，还阁无够死！别管！志兄，你就是倒来入厝哦，无怪我咧四界找无你。行行行，倒来甲你亲亲老母小心，行行。志兄啊，我知影你雄雄知影这件代志吼，你心肝头会安真乱，真艰苦。然过阿伯甲你挂保证，伊真正是你的亲生老母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。 你敢知影因老母自当时要死你的时阵，受偌艰苦，流偌多目屎咧？伊这20多年来无来认你，有不得已的苦衷。
吼，行啦，甲我来转，吼，行行，吼。这十几年来，我拢知影是我的阿母。你即摆来甲我讲，伊是我的阿母，美观是我交的公母的小妹。你叫我回去叫伊阿母，叫美观小妹。我即摆无闲无讲，加一个老母，加一个小妹，我做袂到，我做袂到。志雄啊，也搁有，迄个挂一个标志救我一命迄个人，伊是啥物人？伊本来是我的阿母，伊怎么煞变成是予我无法度甲我亲生阿母相认的冤仇人？阿伯，这道我做心里，你敢会接受？有一支条野里哦，小风迎着，才苦了苦。志雄，阿伯会当体会你即摆心情。阿伯甲你同款，我有那30外岁，才知影我的亲生老母是啥物人。迄就是恁姨妈。当年，阮阿母抱我要去阮永伯市的时阵，伊嘛有真不得已的苦衷。是当时，我参与同款，雄雄听到我是伊的亲生囝，我嘛真慼伊，我嘛真袂谅解伊。也毋过，母囝是天性，老母总是老母，这款血缘关系是用刀挂袂断的。你敢知有一摆，阮阿母为着要救我，险啊去互歹人杀死。也毋好你敢知，天公背后有保庇，阮阿母伊无死，平安无代志。也若无，我一定会真艰苦，真艰苦，我凡事参与做伙去。只因为迄当阵，我还袂甲伊相认伊，我还无叫伊一声阿母咧。只人讲，在生食一粒土豆，较赢死后拜一粒鸡头。伊在生的时阵，你若无甲伊相认，无友好伊，伊是会伤心一世啦。假使有一天伊若100岁年老的时阵，你嘛会后悔一世人，敢毋是？世间若是一个舞台。